咁唞咗一個星期呢 F1 終於再次翻嚟啦。今次 F1 就翻到嚟，相信最多香港人去嘅日本 Suzuka 站。咁今年嘅 Suzuka 呢，一共就有2隊推出咗特別版嘅拉花，其中就有 Red Bull 再次告別 Honda 俗稱白牛嘅拉花。咁2021年嘅土耳其站都曾經出現過嘅，咁當時係想送別 Honda 淡出 F1，但係今年就真係再見 Honda 啦，因為出年 Honda 會去 Aston Martin。咁另一隊呢就係 Haas，咁佢哋又推出咗日本櫻花版本嘅拉花。咁呢度咧都可以話係 Haas 嘅半個主場。先係日本人車隊領隊小松禮雄，仲有喺上年宣布同佢哋合作同埋提供技術支援嘅 Toyota， 而且佢哋今年個拉花已經成架 Toyota 咁噶啦。咁佢哋架車嘅拉花就喺車身度加咗標誌住日本嘅櫻花嘅。咁講完日本站2隊車隊賽車嘅特別拉花呢，就嚟翻嚟正題。咁今條片呢，就會同大家總結同埋分析啱啱完成咗我哋2次 practice 同埋做下排位賽預測嘅。咁喺影片開始之前，好快咁同大家介紹下我哋 channel。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SDB TV， 繼續係我 Isaac 同大家講有關 F1 嘅嘢。事不宜遲，馬上開始。正所謂清明時節雨紛紛，雖然日本 Suzuka 呢度就冇雨紛紛嘅，但係就怪事連連，可以話係今年最精彩嘅練習賽。咁出咗4支紅旗，2次係因為車手退賽，而剩嗰一個2次竟然係因為草地着火啊！咁經歷咗完全冇任何意外發生，甚至連車手失誤都好少嘅 FP1 之後呢，嚟到 FP2 可以話係今年最精彩嘅練習賽。呢4支紅旗令到原本得1個鐘頭嘅練習賽，真正跑嘅時間就係得翻半個鐘多啲。咁首先第一支紅旗呢係由 Alpine 嘅 Jack Doohan 撞牆自炒所引致嘅。咁意外發生嘅原因咧係因為 Doohan 就犯咗一個冇手動關閉 DRS 嘅低級錯誤，咁就導致車輛尾部喺過彎嘅時候失控就炒埋牆嘅。咁由於喺模擬器訓練裏邊咧，Doohan就發現喺 Turn 1係有機會開住 DRS 過嘅，所以佢先會喺佢嘅第一個 Final Lap 嘗試咁樣做。咁你就可能以為咧 DRS 會自動關閉，但係其實 DRS 關閉嘅方式咧，一就係車手自己手動關閉，或者係剎車嘅時候咧 DRS 就會自動熄咗。不過咁啱因為 Suzuka 嘅第一個彎係一個可以全油門通過嘅彎，所以基本上都係要車手自己手動撳掣嘅。亦都係因為咁咧，喺 Suzuka 喺 Turn 1之前係冇所謂嘅 DRS 終點嘅。咁其他車手喺進入 Turn 1嘅時候都係自己熄咗佢。咁鑑於之前 Doohan 喺模擬器裏面係成功開住 DRS 過到 Turn 1，所以佢又諗住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去揾一啲額外嘅圈速，但係可惜咧最後就失敗咗嘅。咁今次就真係真正嘅 push to the limit 啦。咁不過如果 Jack keep 住繼續炒車落去呢，佢應該未必捱到翻歐洲嘅。咁之後呢，就係呢個 weekend 第2次有賽車退賽，今次嘅就係今年表現低迷並且好黑仔嘅 Alonso。咁佢太遲剎車入彎嘅時候，令到一個轆咧上咗沙石路上面，令到架車失控 spin 咗，成架就鏟咗上 gravel。咁 Alonso 講咗一句 I am stuck 之後，亦都話俾車隊知咧，佢就冇任何嘅損毀嘅。不過就因為架車喐唔到，就出現咗第2支紅旗。而第3同第4支紅旗咧，就係今日發生過最離奇嘅事件。冇錯啦，就係大家畫面見到嘅喺賽道旁邊嘅草地突然間着咗火嘅，可以見到火其實都燒得幾勁。成塊草地都燒到燶晒啊！賽會就即刻出示第3支紅旗，側邊嘅工作人員都即刻救火。咁喺紅旗完咗之後呢，隔咗冇耐，今次又到另一片草地着火，賽會又再次出示紅旗。咁但係由於今次呢個紅旗嘅嗰一刻呢，距離格仔旗出嘅一刻就係爭10秒，而各個車隊嘅賽車因為紅旗都要翻 pit 嘅，咁令到各支車隊都冇辦法做最後一輪嘅練習，亦都直接令到佢哋冇得練起步嘅。咁呢次練習可以話係嚴重影響咗各支車隊嘅練習進度。咁而草地起火呢樣嘢呢，喺上年嘅上海站都試過發生嘅。咁草地會着火呢，其實係因為場地嘅相對濕度太乾，再加上賽車喺旁邊掠過嘅時候製造嘅熱力，就令到容易燃燒嘅草地着火。咁以上就好快同大家講咗2次 practice 嘅重點啦。咁首先戴定頭盔先，我哋嘅排位預測呢，純粹係按照各車隊喺2次 practice 嘅表現盲測一下嘅。如果全部中晒嘅話，我哋就係預言家啦，所以估錯就唔好怪我哋。咁喺 Q1 出局咧，我就覺得2架 Sauber 同埋而家睇落去唔太掂嘅 Haas 應該係會喺 Q1 止步嘅。Haas 頭先就已經解釋咗，咁而 Sauber 就唔使講，佢哋嗰架咧基本上就係 F2 嚟嘅。Q1 最後一個出局位就應該係好可能過去幾場都可以平穩咁 Q1 出局嘅 Liam Lawson。咁去到 Q2 嘅5個位咧，雖然 Gasly 都好有速度，但係始終 A525呢架車都係唔夠快。至於 Jack 咧撞完車就當然唔使講，基本上肯定係唔會有速度嘅。所以2部 Alpine 就應該會喺 Q2 再見，而剩低嘅3個位咧，2架 Aston Martin 都係唔係太有速度嘅賽車，所以佢哋應該都會喺 Q2 再見。而最後一個位就係 Sainz，咁 Sainz 都係啱啱入嚟 Williams 第3場啫，咁過去嘅2場表現都唔算太好嘅。
似乎仍然未能夠適應到 Williams 嘅呢架賽車，而且佢對比起揸咗4年 Williams 賽車嘅 Albon 咧，確實係比下去嘅。最後嚟到 Q3 第10位咧，就應該會係我哋覺得表現最好嘅下游新手 Isaac Hadjar。第9位就係今年嘅黑馬 Albon，咁佢喺2次 practice 之中仍然 keep 住唔錯嘅表現，咁相信佢入到 Q3 係絕對唔難嘅。咁嚟到 Top 8咧，我哋預計4大車隊8大車手就會正式歸位啦，因為 Yuki 暫時睇落去嘅表現的確係幾掂嘅。第8位咧就係 Mercedes 嘅新秀 Antonelli， 咁佢今年嘅2次 practice 咧仍然發揮到係大車隊8大車手應該有嘅實力，即使係忙於準備佢嘅中六考試咧，但係暫時睇落去咧速度仲係好快嘅。咁第7位就係今年終於得到咗等咗好耐嘅大油席位嘅角田裕毅。咁首先佢係有實力啦，再加上有主場優勢同埋主場車迷加持咧，要成功入到 Q3 並且攞到 P7 對於佢嚟講應該唔太難。P6 嘅咧就係會係 Yuki 嘅隊友 Max Verstappen。咁鑑於今場 Red Bull 嘅 RB21 的確冇乜料到，暫時一睇落去就應該會係全場第4快嘅賽車。即使韋少幾咁勁都好啦，今場要挑戰 Top 5係好難嘅。咁我哋就覺得兩架 Red Bull 咧比著應該都係得 P5 嘅啫。雖然 Red Bull 今場有更新，但係睇落去嘅成效唔大。咁 P5 同埋 P4 就會係上場有驚嚇同埋打敗咗創隊呢個紀錄嘅 Ferrari。咁暫時睇落去鹿仔嘅速度係比鹹爺快嘅，所以 P4 會係 Leclerc，P5 係 Hamilton。最關鍵嘅 Top 3咧 ，P3 會係今年有速度又有平穩表現嘅 George Russell。咁好老實咁講咧，今年 George 嘅表現的確進步咗唔少嘅。以往佢雖然好有速度，但係好容易犯錯。但係今年咧，暫時已經攞到好多好好嘅成績啦。再加上睇埋 Free Practice 嘅結果咧 ，George 今場要挑戰 Top 3係絕對唔難嘅。最後去到 1-2 嘅位置，睇落個勢應該係兩架 McLaren lock 緊頭牌起步。至於問題係 Norris 定係 Oscar 咧，咁呢個勢睇落去咧 ，Oscar 整體感覺係有速度、有平穩，而且有淡定個 Lando 嘅。而家 Oscar 喺 FP2 做出嚟嘅時間已經比上年 Verstappen 嘅 pole time 快，不過到底實際上係邊個排頭位，咁就要睇落去啦。咁今條片咧就抽咗啲 practice 嘅重點嚟總結翻2次練習發生嘅事，同埋預測埋聽日舉行嘅日本站排位賽。咁我哋係衷心希望角田可以喺主場有好表現嘅，因為要等下一個日本車手上 F1，主要係能夠挑戰冠軍嘅車隊都唔知要幾時。咁如果大家覺得內容可以嘅話，記住 like、share 俾朋友同埋訂閱埋我哋嘅 channel，仲有記得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埋 Threads 去獲取更加多嘅 F1 資訊。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